囝这步实在跟你足共。啊，像我这么小某，有啥唔好？亚婷，小姨也毋是挑故意的，你煞唔知伊个性心不就遐尔啊直啊？伊讲我拢咧破坏恁母仔囝的感情。妈妈无安尼先想啊，又讲这团要豆豆放手，互我换哦。亚婷，亲家啊，亚婷无去嫌，起来戏班，这饭碗无好捧。亲嘛，你莫搁甲生啊啦！迄俗语咧讲哦，嫁鸡对鸡飞，嫁狗对狗走。爸，起来啦！我最近一直咧想甲传统的戏剧、西方剧场，啊，搁有少年人流行的物件，甲做伙。我读册有差呢。剧场的做法无一定适合咱欢喜。拄则迄出戏吼，有安排特别的效果，若有甲恁惊到，请多多包涵。好噶，讲爱互观众甲顾客有体验。你要做这款的安排，爱先甲观众托头，互因有心理准备。你若是有心理准备，就无效果啊。什么效果？后摆若台顶做戏，拢掠真刀真枪真台。在我心内上界重要几样，生日快乐，台湾。我毋是讲啊，我无要过生日。讲什么戏中戏，害妈想起甲安尼。这若严重起来啊，是足危险的。咱安排一个超音波，有必要时要做一个电脑断层。我知影你点点。